我先说第一句话。不过年过节的，发不了支付短信，总不能说个冷笑话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得拼命挣钱，拼命挣钱。你知道老哥我上个月绩是什么？小打小闹不算啊，5个全口冠。你再看看你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在全科趴着不动窝，补一个牙300，你陪人2小时；小孩洁牙3小时，你陪人1下午。心理医生、儿童医院，人家每小时收费都比你多。是你口碑好，预约多，有什么用啊？除了主任口头表扬你2句，你得了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私立的医院都和你这样的大夫似的，早就赔本关门了。我们工作的价值也不能只用钱来衡量。如果你每年税后的收入在110来万，啊，你还会站在你同学面前不敢开口吗？就是因为你没钱，所以你不敢开口的。你要是有钱，都不用你开口，你同学上赶着追你，我就把话撂在这儿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打个车送你回去吧。啊，老板，结账。哎呦，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了，知道吗？太聪明的女孩不是给咱们普通人准备的，而是给那有野心的男人准备的，这属于高配。你比如咱们男人都喜欢车啊，豪车，一是你得买得起，二你得养得起。像这种经济适用车，人家看不上咱了。你，一会儿帮你请个假吧，好好休息啊，吃吧。拜拜，带过气儿啊。这么远，不是说不喜欢亲亲吗？难道失去方知珍贵？来，美女，看房。哎，哥，早上好啊！早啊。之前房东押金一直没退这个事儿，我一直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没事，都是按合同办事。要不说就哥您大度呢，从来不计较。这附近房价都这么贵了？是啊，2居室的都4、500万了，大户型的都要上千万。大哥，你要买房啊？预算多少？要不我给您推荐一下。虽然是2手房，但是开发商去年才交房，等于就是新房了。我再也不想在北京租房子了，我也不想再搬家了，我一定要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你的意见呢？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你决定就好了。可是现在我爸妈不同意了，他们觉得我贷款150万简直就是疯了，顶着这么大的生活压力过日子，就是自讨苦吃。他们说的也有道理。哎呀，刨开公积金，我每个月要还6000块。我爸给我算了一笔账，我现在一个月呢挣钱不到8000块，这样下去我连月光族都混不成啊！还不起房子是小事，关键是房贷还不上，银行把房子收走了就是大事了。确实要考虑风险的问题。你现在研究生刚毕业，工作还不到1年，再攒攒钱，等首付多一点更好。错，你们都太天真了。我攒首付的速度追得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吗？虽然我现在贷款多，但是我的收入每年都是增值的，房价也在不断的增长，压力呢只是暂时的。等过几年我的收入翻番了，这点月供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。行，买吧。嘿，你倒是痛快。
痛快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我说一句，你有10000句在后边等着。自己那么喜欢，问我建议干什么呀？买就行了。还是你最了解我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你看看我这房子涨了多少了？哇，哎，我是不是特别英明神武、睿智伟大？你是时代的弄潮儿。哎，你别再租房子了，跟我一样买个2手房吧。你就上那个58同城网，这个网站特别好，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房源，而且经济实惠又靠谱。你就买一个学区房，将来孩子上学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房东大爷对我挺好的，不想退租。我这么成功的一个案例摆在你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钱不够，可以咱们凑一凑嘛。再不行，去跟家里朋友借一借。连首付都要借，那后面压力会不会太大了？有压力才有动力，才有努力工作、挣钱加班的紧迫感。你以后不要每天只看7个病人了。你们所有的领导怎么能同意你这么没有进取心的要求啊？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最起码要1个小时，如果遇到小孩的话，情况就会更复杂。你不觉得你的工作特别无聊吗？牙的问题，它来来回回就那么几种，你不觉得你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重复吗？不啊，每个病人口腔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。就拿补牙来说吧，它有因为龋齿造成的。好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，每天看到不同的牙口，就像见到不同的女朋友一样开心的样子。对我来说，牙它就是长得再奇葩，它也不过就是牙，它永远长在嘴里，长不到鼻子里，没有新鲜感，没有挑战性。在自己熟悉的领域，把自己熟悉的工作做好，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。没有，对我来说，就算当季再畅销的鞋，再漂亮的数据，也远不如下一季的爆款，下一季漂亮的数据更具有吸引力。只有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刷新记录，不断的挑战自我，才有满足感和成就感。我终于明白了。终于明白人生的真谛在于突破自我和挑战自我了。终于明白买房子要趁早啦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高中那会儿，你看见数学老师出在卷子后边的变态超纲大题都会那么兴奋了。你才是我的变态超纲大题，真搞不懂我怎么能跟你成为好朋友。人生完全在2条平行线上。薛定谔的鼻屎看不见摸不着，你只有喝下去才知道有没有味道。时间给不同的选择以不同的价值。如果你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你没有资格轻易改变他的现在。走。艾总，漂亮吗？总经理说把办公室的环境搞得好一点儿。谢谢。我先忙了。当爱情来临时，一定会有鲜明的症状，话痨症。生活里发生的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都想第一时间跟他分享。但还是应该知道分享和打扰的区别。他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会点个赞的。有瘦吗？多吃点儿啊。修哥，上次你跟我说，你和朋友在外边开了个诊所。我刚交的辞职报告，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们那儿还缺人吗？缺呀，我们那特别缺大夫。你要来的话，那太好了。证词、考司，随便你挑。你要是都能做，那更好了。
是全科。哎呀，我们不讲究这些。那不行，我是全科啊。行行行，全科，洁牙、补牙、拔牙，走行了吧？哎，另外我跟你说，在这儿别闲着。小陈啊，那个给我们陆医生啊，从现在开始多排病人，什么每天只有7个病人啊？我们陆医生要开启奋斗人生。好嘞啊！咱们陆医生连不太上进的毛病都改了，现在妥妥的完美男人啊！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抓紧，那人家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切！喂，你看到我给你发微信了吗？你在工作？还没吃午饭？吃过了。干嘛不回我呀？那你为什么突然关心我吃没吃饭？我可不是关心你吃没吃饭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。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你不回，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没有重要性？好，我的朋友圈你不点赞不留言也就算了，我现在都主动找你了，你也不回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是失恋了吗？看把你个高冷！你心情不好啊？我心情好得很。我现在在说你，大半夜喝醉酒不回家，后悔分手了？当初想什么了？我没有。在我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装的呀？虽然我很不赞同你这种掰开膀子作死的过程，我作得很呢。人家青青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来电，人家走了你来劲儿了。青青呢，虽然现在已经有男朋友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呢，可以把他给追回来呀。你不要这种每天愤世嫉俗的眼神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，我真的很看不惯。我哪儿愤世嫉俗了？不就是没回你一个微信吗？怎么那么多事儿 ？No， 这不是一条微信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这个关系到你的为人处事，关系你的爱情观，关系你的价值观。我现在不能跟你聊了，我这里接电话了，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说。路飞又来打扫过了。你就吃那个？你在啊？你胃不好，别吃凉的了。我给你煮点面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反正我胃口也不好，你不用管我，就当我不存在。马桶呢？给你刷，我不跟你抢。你失恋了，你最惨。这也能扯到我头上？不敢面对，选择逃避，失恋就是这么伤人，我懂。你跟丁宇阳？不想提。没意思。恋爱有什么劲啊？对啊。尤其是暗恋，太无聊了。不仅无聊，简直无趣。天天拿这个破手机，能看出什么呢？发什么红包啊？刷什么朋友圈啊？浪费生命。这种生活其实特别无聊，人生没有任何追求的时候才会搞这些小动作，太乏味了，格局太小。他发朋友圈了，星球照，好新奇。我才刚刚吐槽过他的朋友圈都是商业新闻，他就发自己的自拍。干嘛这么考虑我的心情？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功劳？也不能这样说，可能我们是心里想喜。名词解释：误读症。
做一些自以为是，实际上却非常牵强的联系，并强行称之为缘分。新球场，好新奇！我才刚刚发完朋友圈，你就发，这么巧啊？谁不知道你的朋友圈半个月才更新一条？他的手机最后4位是8008，我的是1008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笨死你，都有008呀，缘分。喂，喂，Sunny，挂电话，什么朋友？怎么这么早来了？你好点了吧？本来就没事啊。别逞强，我家马桶都出卖你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的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。哎，我也不知道青青这么快就找到男朋友，虽然是你先甩了他，但是难过确实是不分主被叫的。那天他离开就是在这儿，你在楼上目送他，那忧伤的小身影，失落的小脸庞，苍然的小眼神。别扯了，我站那么高，你看得见我眼神儿？我猜的呀。实在难受，咱们就去喝酒嘛。上车。哎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那个，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个网球教练，速成的那种。我今天下了班就想去上课。没有点学无止境的心，怎么征服学霸？他给我发微信了！天哪，他给我发微信了！他给我发了个早上好。他为什么要给我发微信啊？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给他点赞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该给他回一个什么微信啊？我应该跟他说早上好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回一样的太没有深度了。发什么事儿？太公事公办了吧？人家没有找我，人家只是跟我说一句早上好。很高兴收到你的微信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做作了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说他发一个早上好，你让我怎么回啊？你别愣神，你快帮我想想我该怎么回。我爱你。回啊，我爱你。神经病吧你！这不是你心里话吗？我心里话我现在就要说呀，这是我跟他第一次发微信，人家给我发了个早上好，我就跟他回句我爱你，我是想怎样？投他一样恨嫁呀？神经病！再说了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对他到爱的程度了？我对他只是喜欢，仅此而已，喜欢。要不就发个简单点儿，你帮我发一个微笑的表情。你快点，人家都等着急了。再加一个小太阳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再加一杯咖啡，就是冒热气的那个，别烦躁了。3个字，送你3个表情。发了吧。哎，你拿着呀，万一人家回过来你看不到怎么办呀？他回来了。不提示音的造物者。爱情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侦探，太过擅长解读对方的每一个字句，放大每一个细节，定格每一个表情，来引发一场自己内心的情绪暴乱。看着点路，再撞了。
看着呢。网球课帮我取消吧，我今天不去了。还有，把我电话号码直接给教练，省得你在中间折腾。不是，他约了我吃饭。拜拜，拜拜。第一个下班。太不像话了！时间地点都是你定的，你给我晚了1个小时，没有来一个电话一条微信解释一下，哪怕找个借口呢？为什么要坐到这里干等？热水加了3次，补妆补了2回，比你晚来的隔壁桌都翻台了。你没看到服务员看你的眼神，充满了鄙夷和同情吗？站起来，走，头也不回。站起来，走，头也不回。抱歉，刚才临时开了会，久等了吧？没有，我刚到。那太好了。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暗恋，计较时间，计较成本，计较尊严，计较公平。点东西了吗？还没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大学的时候听过你的辩论赛。啊？大学恋爱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？你讲的非常精彩，对我帮助很大，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谈恋爱。不会吧？就因为你听了我的胡说八道？你说，与其退而求其次，如果把恋爱当成一项任务，不如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充实自己的内在上。我一直都是这么做。你应该分得清真实想法和辩论稿的区别吧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年轻就应该享受青春嘛，多谈谈恋爱。结果呢，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过程。可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可是你那会儿明明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？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很赞同你刚刚说享受青春这样的观点。我认为20多岁嘛，思想还不是很成熟，如果盲目的追求一种感觉，然后谈很多恋爱的话，很容易给自己和别人造成一种伤害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。你还认真了？我认真不对吗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是一个唯结果论的。我不是唯结果论，我只是觉得，你平时跟别人聊天也这么富有思辨性吗？女人太坚强独立之后，就会不自觉的有2个副面孔。第一副面孔是我不需要男人，第2副面孔是看不起。我又咄咄逼人了，又流露出攻击性了，又看不起男人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工作。今天我们先到这儿。完了。谢谢陆老板。
你参加海滨虾了，你怎么还有空给我发红包呢？你说你啊，就不能除了追星之外有点别的爱好？给我当剧算吗？幸亏小舅妈人在非洲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瞅瞅你训我的这副老干部嘴脸，曼曼姐不喜欢这样的，人家喜欢冷都男。什么男？冷都男，冷冷的都市霸道奇男子，只为我炎热情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不是我方太弱鸡，而是对方太牛。拜。你说啊，心机男神这种加强版冷都男霸道总裁人设，又加上曼曼姐对他暗恋初恋拓展包，即使在现代这种老公满地爬的偶像剧世界里，他真的也能再占个500点。哎，你呢？你也有你的优点，真的。你看你大爱无疆，情深似海，就那种高配汉化版的偶像剧男二号。但你那情商啊，但凡能像这游戏里的精力瓶一样再加一半，你都还有逆袭的可能。行了，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？不想跟你这些小孩聊这些。妈想聊，他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查岗，也就我那么聪明，要是别人早就落下。哎呀妈呀，真不经念叨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喂，妈，我早就跟你说，别租那么大的房子，别租那么大的房子，太浪费了。你不听啊？贪图享乐呀？要不然这些年你最起码租房子这一项你就能省10几万啊！你怎么就不能向小曼看齐呢？你们都在北京哦，人家还是女孩子，房子车子现在都有了。你看你好意思吗？你说整天鼓捣那花啊草啊什么的，做饭啊，这是男孩子应该干的事儿吗？你，哎，得，我也不说你了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跟那个曼曼发展怎么样了？他最近挺忙的。人家都忙，人家忙着挣钱，你不忙，你挣不着钱呢，是吧？还有就那个谁，他以前喜欢那男孩干什么的呀？比我们大2届，学金融的。啊？做什么金融的？完了！这做金融的肯定有钱呢，人家肯定就看不上你了。他不是那种只看钱的人。废话，难道人家是因为你没钱人看上你啊？啊？不成，这不成，这我得想。明天我就买票去北京。哎呦，姑妈，你别激动嘛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西游男是有这么个人，但他看不上曼曼姐的，他都有老婆了。有老婆了？真的假的？你没蒙我吧？我没蒙你啊！这么好的条件，他怎么可能剩下呢？也就是你哥这样的，没钱又不活泛的，才娶不到老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打击我们，鼓励鼓励我们也行啊？妈，你给曼曼姐打电话了？她说她不会喜欢那人，那你还炸我哥？对呀，我说的话你不信，但他本人的话你得信。行了，挂了啊。这孩子简直是。你在这里吗？冬眠。没关系，你不上路啊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他又来了，要不就不送了，走也不行。
约会怎么样啊？够能憋的呀你！都24小时了，竟然没有主动向我汇报。送你个地图，你男神每天晚上都在这条路上夜跑，请叫我爱情导航小公主。这位爱情导航大八婆，我不回复你就表示我在忙，就表示我又把昨天晚上的约会给搞砸了。我不想一次一次的回应你的上司，他一点都不喜欢我的种种细节。反省自己是如何的失败，虽然我只是做了最真实的自己，又何错之有？拜托你们不要再追问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一个人安静的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谈恋爱，就不应该动感情？两情相悦，结婚生子，老百姓的寻常路根本就走不了。天煞孤星，独自闪耀，才是我最终的宿命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是艾瑞曼女士吗？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我是网球中心的教练。我问一下，您今天还过来吗？哦，给，办卡还送球拍啊？这么贵的球拍我们送不起，这是女朋友昨天放在这儿的。哦，来试试。再来。你以前打过网球吗？打过1、2次吧。教练，在网球里有没有一种打法可以宣泄情绪的，特别有爆发力的？有，暴力收球，越大力越好。给我准备200个球，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吧。谢了。越大力，来！啊！呀！对。哎呀，这多少年前的东西啊，还留着，准备卖废铁。哟，还真是你啊！你这嘛呢？健身。大晚上不睡觉跑这儿健身来？都到我们家了，干嘛不找我？月黑风高，我要默默的吊死在你家楼下，让你一辈子都良心不安。哦，碰瓷儿。滚！那你哪来那么多深仇大恨啊？恨你不看好我。嘿，累了咱就歇会儿啊，这就属于碰瓷儿了。用不着你可怜我。到底怎么了？呵呵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帮我发个表情，你发个呵呵，你有意见啊？呵呵是不屑，发个破表情还纠结这么半天，心理活动这么多，以为自己是奥斯卡影后，其实是在做无用功，人家根本就不 care。这次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注定失败，注定失恋，注定孤独终老。就这俩字儿，你能解读出这么多层意思？我阅读能力满分。你要是看好我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昨天晚上跟人家吃饭吃的怎么样？你不问，就说明你不在乎。你为什么不在乎？就说明你默认我一定会把事情搞砸。骂吧，都发泄出来，心情就会好一点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你闹任你闹，我自向天笑的样子真的很欠揍。谁笑了？你心在笑。我笑也是被你逗的。你别笑，你救我下来，救我下来，救我下来。腿伤了别讹我啊！走不动了。
老奶奶我都不服，我就服你。我包。线上销售额的占比不足20%，这恰恰说明线上销售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。3D 扫描定制的优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两脚定制，数据精准，人的脚从脚趾的形状开始区分，主要分为以上几种类型。不过每一种脚型都只有一种适合它的鞋型。我们很多人在穿了很多年的鞋子之后，却发现自己的鞋子非常不合适。也有的人鞋子穿着非常舒服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脚型。对于手工定制男鞋来说，一直都有这样的定制服务，而女鞋通常都只有半定制的服务。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社会，我们这里成为一家以为女性顾客提供专业鞋楦的专业定制机构。谢谢大家，如果有什么疑问，还可以向我提出。这次宣讲给我描绘了一个未来鞋业的美好蓝图。遗憾的是，时机是否成熟，可操作性到底如何，我带着这些疑问来，却没有得到解答。商业形式的本质是种表演，卖点是虚的，这种虚给人带来喜悦、荣耀、情怀、趣味、认同等等一系列看似不实在，却又非常实在的价值和回报。宣传推广方面，我会再做一个备案。您的疑问，我会向您详细解答。我等等还有一个会，先视频。三林，接下来你处理。怎么办呀？怎么白做了吗？不是，他对我们不太满意啊。啊，不是 ，Matthew 就是比较 tough 一点，他没有一个 presentation 都让他满意的，所以不用介意。他不是 tough， 他是 smart， 一下就指出我们的短板。医美效益好呀，挣的比这儿多吧？恢复的还不错，现在情况看上去还得复诊1到2次，下周随时安排啊。谢谢您了，大夫。好嘞，啊，拜拜，拜拜。青青来办离职手续，那我先去忙了。陆医生，这次我真的走了，你不送送我？好歹也是你前女友，这样一句话都不说，很尴尬啊。我过得好吗？有好也有不好，好的不想说给你听，怕你受刺激；不好的也不想跟你说，因为跟你有关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真是的，明明想多恨你一点，恨得久一点。对了，没我在中间掺和，怎么样？进展的还顺利吗？老样子。我就知道，没有我你们也成不了。本来也不是因为你，你也知道，我不算是一个好的恋爱对象。Kevin 说，你跟若曼姐这种情况，迟早的，知道什么？迟早会在一起，或者迟早不再联络。
现在是这些投行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他们是在故意刁难。我们不要遇到别人的一次否定和挫折就选择放弃。而且我也觉得对方提出来的要求很中肯啊。我们既然有短板，那我们就补上。我明白，大家都是做实事的人，不太理解 BNG 的做事风格。好啊，接下来沟通磨合这一方面就交给我来做。这融资本来就是总部的事儿，你一个分区的销售总监这么上心干什么呀？好了，别太激动了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散会。你就没有考虑过换一个品牌部总监？小乔有他的短板，也有他的长处。那就向总部申请，找一个更专业的公关团队去帮他。很贵的。这回融资呢，我们既然接了，就必须要搞定，要不你和我都不好交代。我知道你能力强，小乔弱一些，你帮他拉到 BNG 的投资，我给你记头功。加油，加油！加班呢？没吃饭？你们公司大门锁上了？哇，全是我的最爱，谢谢我的外卖小哥。那麻烦您给个5星好评。说什么呢？就你还5星啊？起码得5星 plus。走。我干脆把我也变成你这样的工作狂好。好啊，让我们彼此拉黑，活得潇潇洒洒。为什么？我要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工作狂有何用啊？但你跟我做朋友是因为咱们俩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喝上一碗浓浓的热汤呢？感恩的心，感谢有汤。我只喜欢一个工作狂，就是丁宇阳。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喜欢他。尽管今天在工作上被他给虐了，但我觉得他虐得有理，虐得漂亮，虐得我心服口服。虐得你欲罢不能。Exactly， 拼了！没问题，就按您说的走。要做呢，咱就做全口的进口罐。现在明星啊都流行做这个。行，那快点给我安排时间，我想下周一做。没问题，都是朋友介绍来的，优先让您做。麻烦您跟我到前台办下手续，请跟我来。我能说一下我的意见吗？啊，这个病人适合的是正畸。正畸呢，最少需要1到2年，人家等不了，
人家就奔着泉口灌来的，见效快，速度又好，病人的意见咱得满足。那就这口牙，到时候咬合、牙神经全是后遗症。病人的决定用不着你操心。还有啊，合伙人今天晚上来，你得跟我们去吃饭，不许说不行。应酬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嗯。他来了，好好表现啊！我下周末有个 party。I'll call it bye。你好，请问是丁先生吗？旅途辛苦了。丁先生辛苦了，我来帮您拿行李。不用。Annie， 这搞什么？丁先生，请问您是有司机吗？还是自己打车？我们的车子就停在外面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送您回家。这招对我没用。丁先生，丁先生，您在我们高级定制工坊下的订单，我们想尽量的不占用您过多私人时间的基础上，为您做最精确的3D 扫描。您刚出差回来，旅途劳顿又走动较多，脚步现在应该是最肿胀的时刻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您的每一双鞋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感觉到舒适。我们的高级测量师就在外面等候，您看是坐您的车还是坐我们的车？或者您不方便，我们就改天。丁先生，我们的门店都配有3D 立式扫描机，我们的总部还有更多更专业的3D 扫描体验厅，欢迎您有时间来店里体验。你就不怕你们这种做法打扰到顾客，引起反感吗？我们之所以来机场接您呢，是因为机场就是您的另外一个家。当然，如果您明确表示出反感或者是打扰，我们将会立即消失，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对您进行任何纠缠。是啊，是啊，丁先生要是真这么生气的话，也不会坐在这里了，不是？那是你们运气好，我比较喜欢不走寻常路。这不光是一次服务，更是一次推广。所有我们高级定制客户资料都会在我们足浴 App 里面留有存档。不管是穿着高跟鞋需要爬山，还是新买的鞋子没有磨合好，有些打脚，或者是您临时需要更换鞋子，搭配各种场合和服装，再或者像您今天这样长途飞行之后需要放松一下，就只需点一下手机，我们就会来到您的身边。我们的广告语是：无限贴合，无限了解。祝你有一个舒适的睡眠。我更期待你所说的舒适的鞋子。我会亲自将鞋子送到您的府上。吓死我了！刚才在车上真怕他发脾气。我怕他在机场就叫保安。行了，上车吧，送你回家。走吧。你这可回来的一天比一天晚了。你又喝酒了？裴领导，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地沟油配僵尸肉，人间美味。你这也太拼了吧！我得添油加醋的告诉顾问。不过你就放心的往前冲吧，助攻也不会停的。什么？神神叨叨。好累啊！今天怎么这么累啊？不想动。哎呀，谁呀？
喂，丁先生，在顾客因为紧急情况或者突发情况需要鞋品的时候，你们能提供帮助吗？是的，但鞋是定制的。我现在下了飞机，立即想换双拖鞋，可是我在你们那没有定制过，你们可以解决吗？有2种解决方案。第一种，您可以下载 App， 浏览店铺的成品鞋，又或者是定制工坊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，为您提供样品鞋，全部免费借用。我不喜欢别人穿过的鞋，也不喜欢成品鞋，而且我想马上换拖鞋。如果遇到我这样的客户，你们会有办法，而且不高兴，我还会差评。对不起，这个确实，要不然我能不能明天再给你答？服务业需要承诺，但是不要轻易承诺，过度承诺。哦，好。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这就是把感情和工作混在一起的下场。其实啊，Matthew 给你那些变态的客人问题啊，无非是想显示说他比你聪明，他比你想得多，他想教教你。其实啊，你不用帮他解决的。如果把他给解出来了，就是对他最大的挑衅。哦，答对了。你现在最应该的呢，就是示弱，拍着你的小手，两眼无辜的看着他说：“哇，你好棒，你好牛，你是我认识过的最专业、最有权威、最厉害的男人。哇，你的大脑构造到底是什么？哇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得到？哇，我太崇拜了。”你的老公就是这样骗来的吧？到底做不做？我教你还不好？做，来，双手合十啊。低头。陆医生，1点钟见到了。好。哎，年轻人，你干脆坐这儿吧。大爷，您坐，怎么能让您给我让座呢？赶快坐吧，别受罪了。现在年轻人呀，真不容易。哎呀，
陆总，你的份快递到了。这么快啊？谢谢。总经理早，我正要去给他准备早餐。虽然还没回家，这都几天了？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，快要不住了。哎，总，真不是个超路。去买点他爱吃的吧，不是我笑。阿姨，你去我办公室把那个长沙发搬到艾总办公室去。艾总办公室门上啊贴着纸，不让进，好几天没打扫了。行吧。发进去了。哎，行。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如果你觉得没问题，铁人动送到别人这里。OK，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放你批假。艾总，你回去好好休息。走了，去吧。陆医生，儿童门诊快哄不住了，你能不能来一下？你先给孩子拿点水果味的润喉糖，把这个玩具带过去给他玩会儿。马上就好了啊，别紧张。没什么问题。您起来收拾草吧。妈妈，妈妈。你比我回来还晚啊？是，回来太晚了，见着鬼了。吓到你了吧？我实在是太累了。自己发烧了都不知道？知道啊，可是我家吧，又没药又没人，连口热乎吃的都没有，那屋里乱的呀，都进不去人。你说我要死在家里，谁能发现？所以我就来这儿了。有个医生的朋友啊，就是踏实。我一脚踏你脸上就踏实了。把粥喝了，锅里还有姜汤。嗯。小美呢？偶像见面会。我今天上你家楼的时候啊，
有一种飞升成仙的感觉，心脏都不跳。可是换做以前，我们就是2个星期不睡觉也不会累成这个死样子。你这么不爱惜自己身体，还挺自豪是吧？你再这么说话，我出去了。你什么态度呀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我是病人。你是有病，我们都有病。怎么这么冷啊？Alright, alright， 有你要的依赖 ，Miss Right，Miss Right， 不需要加旁白，爱你的开怀，有我给的宠爱，爱小小悲哀。被温柔的对待 ，Alright, Alright， 有爱在你门外 ，It's right， Delight， 每一天在等你醒来。Alright, alright， 结果不算太坏。Moonlight, starlight， 总是值得期待。爱我的存在，有爱的崇拜。爱我会追爱。